或者全球的新冠疫情今嘛又搁加懸，咱的疾管署也公布，頂禮拜國內因為新冠肺炎就醫的人數是增加66.5%，呼籲高風險的族群得要趕緊去注意防曬，而且也包含流感等等的傳染病嘛，當咧看，所以提醒大家出入較濟人的所在，也是要掛喙罨、接洗手。病院大廳人客家實通通，雖然是熱天，不過不少人來看醫生，攏是因為感冒。也反彈最近病毒實在真強，想要比攏比無路。要防備很困難啊，因為到處都有人感冒啊，疫苗好像沒有用了，現在要沒辦法，就是會傳染到了。怕被傳染啊，然後。也像我的年紀已經要近80了，免疫力也降低了。全球疫情清懸，國內也對你緊張。疾管署已公布上新監測數據，第28禮拜國內新冠問急診到負4766人次，比前一禮拜清懸66.5%，顯示疫情出現升溫的趨勢，正式進入流行期。其中超過9成的重症病例攏無注這一季的新冠疫苗。從去年10月1號到現在，總共有160多例的一個新冠併發重症的一個個案。那在這160多個個案裡面呢，沒有接種疫苗的一個個案呢，超過90%以上。疾管署表示，已經搶救抗病毒藥物加新冠疫苗，呼籲高風險族群愛趕緊來做，避免引起重症。臨床第一線醫師也表示，這擺疫情確實來勢真凶，門診的人數差不多成長2到3成。除了新冠以外，流感加真濟病毒也廣播流行。暑假其實開始大家出國的機會越來越多，那所以其實出國的就會開始有一些跟國外的接觸，會帶一些國外的病毒株進來。其實現在大家對口罩這件事情，其實開始大家覺得越來越不太需要戴了。醫師表示，疫情有估佇8月中以後，甚至到中秋節左右會達到高峰。提醒民眾出入人較濟，或者是密閉空間，也是愛掛喙罨，過來洗手。若出現疑似症狀，應家己先快篩，個趕緊看醫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